这个话是经济，伫我心根不义，灌压圣神活水，就要结实累累。第三节，主的道是真理，要长大伫心里，时常勉励教示，行达下主旨意，行达合主旨意，合主旨意。好，咱琴来弹一遍。礼拜一开始就用这首诗要来学咯。咱每一个人的心就是土地，爱将圣经上帝话放种咱的心内。来，我的心是土地，爱进路你的话，那是温苦栽培，就要结实多。你的话是真理，你我心灵不移，愿那诚心活水，就要结实累累。主的道是真理，要长大伫心里，时常勉励教示，行达合主旨意。这歌词是迄个蔡正道牧师所写的，所以这嘛对咱足大的激励。咱做基督徒久久，要传福音，上要紧会当感动咱家己，将咱家己生命的故事，真自然甲咱的亲朋好友，就会当甲伊分享。所以蔡牧师会当写歌词，我想咱每一个人嘛会当写咱生命的歌词，也是咱生命的歌、生命的故事，拢会当甲咱的周围的弟兄姊妹来分享。所以毋是干那牧师宣教师咧传福音，咱每一个信徒都爱把握，这就是关键。我的心就是土地，爱逐日将上帝的话种伫咱的心内。咱若要有饲咱的肉体，咱的灵魂最要紧。咱逐礼拜来遮做礼拜，参加教会群体的关系、团契的生活，嘛是咧锻炼咱有份的生命。好啊，今仔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只有信，毋免惊。啊，这是回应诗5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只有信靠主，咱爱信三位一体的上帝，信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信主耶稣基督死过活，信圣神的相通，圣神逐日甲咱相彼得，互咱更新变化，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所以咱咧回应诗的时阵，日就是上帝国。我会记顶礼拜的讲道，还是顶礼拜牧师的讲道，上帝国就是平常平凡的生活。看咱边仔兄弟姊妹，拢已经在实践上帝国。所以对咱来讲，咱今仔日就是伫教会伫遮做礼拜，上帝国已经临到，咱要活出上帝的主权，甲上帝天国。那这首诗就是爱有这款的信心，暝日拢来我靠主，琴弹一遍。
马太福音第13章23节，迄个夜景会譬如耶稣到尾甲学生解说讲，咱若好种伫咱这虎头内面，咱结实累累，有100倍、30倍、30倍，60倍。希望咱每一人拢倚靠圣神，甲咱三合伫地，咱逐日透过圣神来加子。来当结实累累，来荣光上帝圣名。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应众百姓啊，恁拢着搭手，用得胜的声，大声阿罗上帝，因为上主至悬的、通行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三个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95首，圣诗195首，请起立。这是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头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着保恩来受苦，定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做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我看试看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公共的教会，信同的上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昨个用启应文36篇来应答上帝话。上主啊，我对亲恩求教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的赦免人。我必切听候上主，我的心声听候主，比守望的人，甲必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有救赎的大权能，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愿俄罗你伟大创造这美妙的世界，互阮透过世界来毋捌你。阮感谢你，你疼痛阮，互阮受你的拣选，成做你的囝儿，有份来参与起造上帝国的事工。因为你的慈爱，互阮会使安然徛伫你为阮比办的所在。若阮有意无意中得罪你，求你赦免。阮常常有足侪借口，无维持好的灵修，伫上帝的讲顶悬软弱，伫传福音上无确实的执行。主啊，求你赐予阮力量，互我常常反省家己的问题，搁较拍拼为着上帝做工，也互阮会赦免别人对阮的过犯。我今日自己伫遮互相的关怀，互相帮赞，真做团契。愿主你赐予陈牧师
伫等一个讲道中，互来到遮的兄弟姊妹心身拢会使得到帮助的福气，会使行主你所教示咱要行的路。6月份嘛是学生毕业的时间，足侪少年人要开始新的阶段，求主引带因头前的道路，互因面对伊头前的挑战，嘛为着教会济的事工、7月营队，求主你来祝福，互咱所做的工照主你的旨意来行，互咱所传的福音成做社会的光甲盐。阮即时也爱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因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5章第29到43章，伫台语和日本圣经44页。耶稣坐船过去迄边，规大阵的人就就近伊。迄时，耶稣伫海边，有一个关会堂的，名做耶路来，因看见耶稣，就拍伫伊的骹下，切求伊，讲：我细汉的查某囝差不多要死，请你用手唤伊，互伊得着救来活。耶稣甲伊去，规大阵人对伊真怀愧。有一个妇人人，血流12年，捌对济的医生受着济艰苦，搁已尽破费伊所有的，若是无一丝仔利，反倒愈伤重。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伫众人中，对伊后面来摸伊的衫，因为讲：我简单摸伊的衫就会好。对安尼，血流连鼻子，本身知伊的病痛已经好。耶稣这时知影家己有全能对伊出，就我转身伫众人中讲：是谁摸我的衫？伊的学生甲伊讲：你看见规阵人咧围愧你，犹久问是谁有摸我？耶稣便看，爱看这个做这事的妇人人。妇人人知本身所历过，惊遐摇喘，就来拍伫伊的面前，拢照实甲伊讲。伊就甲伊讲：妇人人，你的信已经救你，通安然倒去，你的病全然好。咧讲的时，有管会堂的过来讲：你的查某囝死啦，必使犹在疗还先生。耶稣边仔听见所讲的话，甲管会堂的讲，无得惊，只有着信。耶稣伫彼得、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以外，毋准别人随伊三角去。到管会堂的家，看见有人哗哗跑，也有溪口大声吼的人，已经离去，就甲伊讲：恁啥事哗哗吼的咧溪口？囡仔毋是死，是咧困哪场？因就去笑伊，若是伊赶因众人出去，就带囡仔的爸母以及甲伊来的人，伫囡仔所住的所在，就牵囡仔的手，对伊讲：带你带，古米。翻译就是讲：查某囡仔，我命令你起来。查某囡仔连比起来行，因为伊12岁啦。众人就往遐奇怪。耶稣严正教因，无得互人知，就吩咐着，互查某囡仔食，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毋要惊，只爱信。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欢迎乌来中治教会的社青团契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等一下，他们也会用台语的诗歌，还是用泰雅的这样的诗歌来跟我们一起敬拜跟分享。所以比较不好意思的是，第一场是用台语的，所以你们可以看投影片这样。
好，咱若细腻看圣经，就会发现今仔日即段马可福音的经文非常的特别。马可、马太甲路加互称作是共观福音，意思就是因的内容甲编排拢差不多，但是每一个作者的观点甲立场会有一大差别。这三卷册内面的马可福音是上早完成的一卷册，并且嘛是上底的一卷册。咱看马太福音拢总有28章，路加福音有24章，马可福音只有16章，并且真侪咱会当伫马太、路加看见的经文，马可拢无记载。亲像马可福音无记载耶稣的出世，伊一开始写的就是耶稣出来传福音。马可嘛无亲像登山宝训，嘛无亲像路加福音有遐尔侪的披露。所以今仔日即段经文就非常的特别。即段经文伫马太甲路加拢有记载。马太福音是伊的长度是用9节来记载即项代志，路加是用17节来记载即项代志。但是马可较用23节的长度来记载即件代志，甲伊速结的迄种风格非常的无共款。但是嘛，毋是讲经节哪侪就哪好，哪少就哪毋好，因为每一个作者因的角度无共款。当咱理解因的意思，就会当看见无共款的重点。亲像马太福音对即段经文，伊无提起管会堂的即个领袖的名，无提起伊的查某囝是几岁，嘛无讲真侪关系即个管会堂的甲伊的查某囝的代志。因为马太重点是放伫即段经文的内面，另外一个伊治的故事，就是迄个得到血流的妇人人的故事。马太爱咱注意的是即个妇女的信心，但是伫路加福音就非常有路加即个医生的特色，就是伊会详细记载。路加甲咱讲，即个管会堂的人叫做睚鲁，也甲咱讲伊有一个12岁的查某囡仔。但是伫路加的观点，伊要强调是耶稣有医治的能力，所以经文特别有人，路加伫遮特别有讲，有人甲我蒙着，因为我知有大能力对我出去。总是今仔日即段马可的经文，马可用甲伊以往无共款的写作的方式，用比其他2本福音册佫较侪的内容来记载，是因为马可爱咱看见。即段经文毋那是2段医治的故事尔。伫即段经文内面，主要有2个人，一个是管会堂的睚鲁，一个是得到血流的妇女。管会堂的毋是普通的管理员，因伫犹太会堂中间是负责敬拜特殊的人，所以伫犹太人中间是非常有地位的。所以，咱看见伫即段经文中间，伊甲得到血流的即个妇女是一个对比。所以，伫遮我将因2个人做一个比较，互咱会当更较清楚。伫当时父权的主义内面，查甫人才是社会中心，若佫加上伊有地位，佫较受人尊敬。伫迄当时，妇女是无地位的。如果佫加上血流，即种人看做有诶，律法规定袂当挖群的病，即个妇女会当讲是无法度伫迄当时的社会徛起。所以这2个人的身份，互咱看见，管会堂的睚鲁好亲像伫天，但是即个得到血流的妇女就是伫地。毋过严格讲起来，伊嘛无算伫地，伊应该是伫地下。伊的生活是昏天暗地。见袂得光。搁来，请咱注意这2个人甲耶稣的对话。睚鲁一看见耶稣来，就拍地涂骹求耶稣医治伊破病的查某囝。华语是说再三的求耶稣。哇，一个管会堂，互人尊敬、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拍伫一个劣币的骹下，不断恳求。这个形象，互人看起来是安怎？哦，即个人哪遐尔敬虔，伊有身份，伊有地位，但是佫遐尔谦卑。睚鲁所得到的，
对人来眼光就是搁较侪的敬佩甲尊敬。但是这位无名的妇女咧，伊是安怎来到耶稣的面头前？其实伊毋是来到耶稣的面头前，伊是刻入去人群的内面，然后想办法挖进耶稣的脚趾片。咱会当想象，伊是非常的惊吓，因为伊是伫律法上，互人定义做无清气的人，伊是袂当出入公众的场所，所以伊一定要非常的细腻，夜，想办法去摸着耶稣的衫，因为伊内心所想的就是，我若敢若去摸着耶稣的衫，我的病就会得着好。所以咱看见是个是众人注意的焦点，这是拼命无想要互人发现的身影。兄弟姊妹，你敢有发现？马可毋若是记载两段医治的故事，伊嘛爱咱看出耶稣所带来福音，已经拍破旧的世界的阶级、价值观，甚至是宗教的倾轧。只有耶稣带来福音，才会当拍破所有的界限。咱现代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人生做平等这种观念，毋是伫早时就有的观念，甚至伫耶稣时代的罗马非常注重法治，但是迄当时的罗马人嘛无认为人是平等的。但是耶稣的出世就开始一场的运动。一个出世伫马槽的囡仔，伫上帝保护内面，美过有权柄的希律王的对台。耶稣出来传福音，伊毋但互人外在的医治，伊嘛拍破人对家己的自我认捌，互人去看见家己的价值，互人去看见家己伫上帝眼中的宝贝。耶稣最后死的是一个。将人甲上帝中间，伊迄个界限甲报起来啊！最后，耶稣阁话，伊成做全地的主，伊的影响力是超越世界所有的权柄。伫宗教方面也是安尼，耶稣嘛拍破迄个界限，伊互犹太人毋免阁靠祭司、法利赛人，家己就会当甲上帝来建立关系。耶稣嘛，互迄个伫井边拄着的妇女，即个妇女是一个外邦人，佫是女性，但是耶稣较互伊成做第一个知影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身份的人。耶稣嘛无指责即个妇女的婚姻状态，反倒伊来显明耶稣就是活水，若接受耶稣，内心永远袂孤单。兄弟姊妹，这就是耶稣福音的溃烂。但是，这个溃烂敢有拍破你内心这个旧的关系，这个旧的价值观呢？咱浸伫世界太久，会当讲咱的规身躯对头到尾，对外在到内在，拢是旧的世界观点。但是圣经一再要求咱爱换新。因为咱搁活了后是伫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咱若无对耶稣来迄个新的气力来取代旧的生命，咱是要安怎去适应搁活了后的生命咧？所以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改旧换新，谦卑学习甲练习伫上帝国迄个新的价值观。另外，毋知影你敢有发现？伫这段内面，这段经文内面有2个12这个数字。这个妇女得着血流12年，盖罗的囡仔12岁。这2个数字，互咱看见，这个妇女开始破病时，盖罗的查某囝才拄出世尔。哈尔细节的内容，伫以往的马可伊是袂去记载的。但是伫这段经文内面，伊将2个人的12年放做伙，这敢有啥物特别爱咱去注意的吗？其实因2个人的生命原本是袂有任何交叉，因为一个是互拒绝的，一个是有美好的将来。
但是马可将这两个12年贴做伙，将这两个人的性命结连伫主耶稣，然后这两个人就做伙经历耶稣医治，因嘛真做是一个经历耶稣医治的信仰团体，并且12这个结连嘛，互咱看出伫耶稣眼中，因两个人拢是宝贝。伫咱的中文的圣经的内面，耶稣无亲像别人称呼迄个血流的妇女做迄个妇人人，那女人。耶稣是称呼伊查某囝女儿啊。查某囝是一种身份得到接纳的称呼。耶稣嘛无称呼迄个查某囡仔是已经死啊的一个死人。耶稣是叫伊啥？查某囡仔，女孩。因为伫耶稣的心中，迄个囡仔还袂死。所以这段经文不但互咱知影耶稣有医病，有互人会当对死搁活的权柄，并且嘛提醒咱伫人的眼中，无论是甚物款的人，无论咱发生甚物款的境遇，伫耶稣的心中，咱拢是伊的查某囝，拢是伊的后生，拢是伊的查某囡仔，拢是伊的查甫囡仔。耶稣伫遮无用查甫人、查某人即种大人的称呼，伊是用伫家庭的内面，遮互养饲、需要保护的囡仔的角色来称呼咱。这互咱知影，伊看咱就亲像是抱伫手中的囡仔。耶稣伊要永远保护咱，伊要永远照顾咱，伊永远袂照即个世界的标准来定义你。咱是伊所疼，咱是伊上宝贝囡仔。另外，伫即个得到血流的妇女，伊伫经历耶稣医治的溃烂了后，马可搁一摆互咱看出伊内心的念头。伊的血流随时指，感觉身躯的病已经好。血流即种病，无亲像歹骹马上会当行路，目睭青面的马上会当看见较尔明显。但是这位妇女伊家己知影，伊体内的血已经无搁流啊。这个妇女内心的感觉，到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的这个感觉。其实中文的翻译敢若无啥困难，因为伫咱讲话时，兄弟姊妹，你若讲我感觉，我感觉，你伫用感觉这两个字的时，是有一种无确定性。但是咱若非常确定，咱就会讲啥？我非常的确定。所以，这个妇女内心的想法，较好的翻译应该是深知。伊家己非常清楚家己身躯的状况，伊深知耶稣已经医好伊，伊的血已经无搁流啊。另外，耶稣内心伊的感觉，若翻译做确实知，嘛会较清楚，因为耶稣确实知影有一个溃烂对伊的身躯来出去，所以安尼翻译会提醒，也提醒我敢深知耶稣确实有溃烂，我敢深知耶稣确实有溃烂。安尼问题非常挑战咱的信仰甲咱的信心，因为咱的头壳内拢认同有上帝，但是咱的现实生活较无仰望上帝来感谢我。但是安尼行为就好亲像是换一领宗教的外衫，外在里要是旧的里。毋过咱若深知耶稣确实有溃烂，咱若确信耶稣会当帮助咱，迄就无共啊。因为这不但会当帮助咱用信心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嘛，互咱会当用无共款的眼光来看待咱生命中间所发生的艰难。落尾这段经文也甲咱讲，福音毋若是拍破迄个旧的界限，福音嘛接续去做一个新的特殊。
伫耶稣伫用即个俘虏讲话时，有人对即个睚鲁的厝内报一个歹消息，讲：哎呀，睚鲁，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啊，哪着阁劳烦老师咧？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话。耶稣毋免来啊，即个查某囡仔已经死啊。咱干嘛定定安尼？耶稣，你毋免来甲我斗相共啊啦，已经伤慢啊啦，已经无路用啊啦。有时咱来找耶稣，认为伊会当帮咱一寡小事，但是拄着大代志，咱才开始无信心，认为耶稣做袂到。但是耶稣对死过活，敢有啥物代志伊袂当做会到的咧？只有耶稣才知影咱真正的出路，伊也要伫咱的绝望中间显出大气力。耶稣看见即个听见歹消息的老爸，内心是痛苦到得要死。耶稣的眼光就对迄个已经医好的妇女转到即个睚鲁，因为伊知影睚鲁即时需要互激励，伊就对睚鲁讲：毋免惊，只有着信。即个信是啥物咧？即个信毋是无理由的信。咱看见睚鲁是即个血流妇女得到医治的见证人，伊徛伫边仔看，即个妇女互耶稣医好，所以耶稣爱睚鲁看见即个妇女来产生一个信心，并且学习即个妇女的信心，因为即个妇女对耶稣的信心是大到。伊认为只要摸着耶稣的衫，就会当得到医好。所以耶稣爱睚鲁知影，睚鲁啊，你毋免惊，你拄仔毋是有看见即个新野吗？即时我毋是伫惊恁兜会落入去吗？耶稣的福音拍破旧的权势，耶稣的福音嘛起造一个新的特殊，就是爱。睚鲁即种有地位、有权威的人，去一个互看轻、受气杀的妇女来学习。伫耶稣来进前，大家拢认为睚鲁是一个真好的人啊，伊敬虔、佫有信心，伫圣殿内面服侍，是一个应该大声去处理伊问题的人。啊，即个受气杀的妇女，伊的病啊，以后才讲吧。但是耶稣却为着即个妇女停落来。耶稣看中即位妇女的需要，互伊成做其他的人学习的模样。这互咱看见，伫上帝国的价值观内面，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人看你是一个什么款的意义，毋是偌重要。因为上帝国看咱，毋是咱是啥，咱有啥来决定的。因为咱看见，伫即个旧的世界，即个得着血流的妇女已经输伫起点啊！伊注定是一个失败的人，伊绝对无可能成做人的模范。但是主耶稣来啊！耶稣起造新的国度，无有阶级，人毋免活伫迄个成功焦虑症的内面。你有啥一点仔拢无重要，只要咱对耶稣有信心。咱就是上帝囝儿，咱就是上帝国的百姓。所以经文接续落来新约，咱拢真熟。耶稣入去即个人的厝里，伫大家哭甲乱吵吵的时，耶稣对即个查某囝讲：伊毋是死啊，伊是困去啊。耶稣嘛毋管其他人的踢笑，伊牵囡仔的手，用阿兰话甲伊讲：查某囡仔，我甲你讲，起来。耶稣为什么会当发出安尼的命令？因为耶稣比死亡搁较强大，所以伊命令死亡退后。耶稣嘛爱遮人摕物件互囡仔食，用安尼来证明，即个囡仔身躯每一个部分拢已经恢复正常。兄弟姊妹，咱会当毋免惊，是因为咱相信。但是即个相信毋是迷信，毋是随便就相信。这位妇女是听过耶稣所做过的代志，所以伊决定要来找耶稣，放手一搏。
街路是看见耶稣伫即个妇女身躯顶面所行的一切，所以伊嘛相信耶稣会当医好救活伊的查某囝。因两个人的相信是有根基的。安尼，咱的根基伫倒位？伫圣经。早前所写的，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得到盼望。另外，嘛对咱四周围同行天路的兄弟姊妹心上，既然有遮尔多的见证人，亲像云甲咱包围着，咱就排除一切阻碍，甲一切在颠盘咱的罪，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盼望咱会当来起造坚定的信心的基础，用安尼的信心，亲像即个妇女的信心，咱来跑走咱头前人生的路站，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透过今仔日即位互气杀、互看轻的妇女，伊对耶稣的信心，也互阮来学习。主，阮看见信心是会当学习的，亲像睚鲁，伊原本是非常的无信心。总是主，你互伊看见即个互医治的妇女了后，伊的信心来着激励，伊的信心来得着起造。主，阮嘛共款求你赏赐阮有安尼的信心，互阮透过阮每一工所读的经文，透过阮身躯边遮兄弟姊妹因对你的信心，阮也要起造阮信心的基础。求主帮助阮，互阮单纯来仰望你。互阮会当用安尼信心来跑走阮头前的路站，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候，我们要来邀请中至教会的社青团契，他们要与我们一起来分享，还有献诗。那我们来欢迎他们来到台前。这个团契非常特别，这个是因为我认识他们的会长佩珍。然后他们就自己说，他们想要来到教会来分享，所以是非常自动自发的来分享，非常有勇气的来分享神的爱。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们。大家好，其实我跟那个美玲牧师是我本来是在附近上班，然后就在工作的时候认识美玲牧师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很感动，想来唱歌给大家听？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结婚的时候，我本来有请我的牧师就是帮我证婚，但是我的牧师就是他可能时间很忙，就一直没有给我回应啊。那时候我就很难过，因为我在想说是不是我的婚姻不被他祝福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也刚好就是跟我先生就要结婚之前就一直吵架，然后后来就是美玲牧师，我就想到美玲牧师嘛，然后就问他是能不能来帮我。在那个婚礼上，就是讲话，然后做证婚这样，然后他就答应，我觉得很感动。而且其实参加完那个婚礼之后，我在参加婚礼里面有一对夫妻，也是在那年的年底就受洗，对，就成为基督徒这样。然后现在也在他们附近的教会聚会，所以就是像刚刚那个美玲牧师的经文有讲到，就是信心，就是有信心就对了这样子。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献唱这首耶和华祝福满满。对啊，那如果台语不标准的地方，就请大家包容，谢谢。山中的白日时，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为着
地上花也继续，会愈也人的根基。田中的白日时，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了相处真好气。土地上花也继续，会愈跳动的根基。花就好满满，亲像海边土沙，当天厝爱结甲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唱欢喜的歌声，赞美天上伊名永无山。田中的白日时，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芳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了相处真好气。土地上花也继续，会愈跳动的根基。野花就好满满，亲像海边土沙，当天厝爱结甲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唱欢喜的歌声，做亲像伊名永无山。野花就好满满，亲像海边土沙，我人就爱结甲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唱欢喜的歌声，我人亲像伊名永无山。野花就好满满，亲像海边土沙，当天厝爱结甲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唱欢喜的歌声，我人亲像伊名永无山。野花就好满满，亲像海边土沙，当天厝爱结甲万世代。感谢耶稣，阿罗耶稣，耶稣爱你，我嘛爱你。那爱你。那接下来我请我们的贝蒂长老就介绍一下我们的中志教会。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是来自乌来区中志教会的社青团契。那我们简单来做一个我们教会的介绍。那我们是属于泰雅尔中会。那我们泰雅尔中会呢，我们有120间的教会。那我们分布也很广，桃园、复兴区、宜兰、南投、台中都有。那我们是属于乌来区。那我们中会呢，我们有13个联谊区会，所以我们是属于乌来区会。那我们乌来区会呢，我们有7间教会，有7间教会，所以进到乌来的第一个村落就是属于我们的教会中志里，就是中志教会。那也欢迎弟兄姐妹如果要来乌来区的话，要来聚会，也欢迎到我们中志教会。那我们中志教会，我们有牧师长老、执事。那我们长老有8位长老，执事也有8位执事。那我们社青团契中，我们这边也有3位执事，请举手。这位还是未婚啊。那我们2位长老，好。那我们这边我们的会长，还有我们的团契团员，那很高兴我们来到松山基督长老教会，来跟大家来彼此做一个交谊跟分享。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我们的主语母语歌来献上祝福给我们的松山基督长老教会。我们没有带什么，但是我们带着祝福的心来祝福我们松山基督长老教会。那我们接下来要带的2首歌曲，我们就唱主曲。那主要的意思就是第1首歌就是我们思念我们的家人，无论我们的家人在哪里，我们都不要忘记神的话语，都在坚定我们的信心。第2首歌呢，就是我们要遵行主道，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就要用这上帝所赐的生命气息来交托，来祝福，来承受上帝所给我们的使命，来坚固信心，勇往直前。哈利路亚！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带这2首歌曲，那就请帮我按一下那个 C 调的咪。Lokata senahi ke na yavata utuka yakutea nuitan wanya kinkiwa kinke hansa senahinda laga musata teho kalana yavata kayan Lokata senahi ke na yavata utuka yakutea nuitan Wanya kinkiwan kinkehanka Sinahunda laga musada teho Alangna yabata kayan Sinahunda laga musada teho Alangna yabata kayan Loka tayan Amen我们谢谢中志教会的社青，也谢谢他们那么看重这次服事的机会，他们穿着他们的族服来跟我们分享神的爱。那我们在主里面，咱拢是同一个长老教会的系统，所以我们的教会有这么多的族群，这么的多元，咱伫上帝听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好，谢谢你们，谢谢。互咱三囝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因为你知我所有阮一本好也，
为着恁诚做送香，要互恁对伊的送香来诚做好业。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因为你知影咱主耶稣基督的恩，伊本好业，为着恁诚做送香，要互恁对伊的送香来诚做好业。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大家来吟诗学录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74首，圣诗574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徐同庆执事、曾启阳执事、廖穗芬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听一消息报告。第一点，今日欢迎乌来中智教会社青团契到遮献诗甲分享。第二点，请兄弟到1楼摕2024年的7月到9月圣工事奉表。第三点，但以里牧区定7月1号到4号要举办儿童 AI 品格营，7月5号要到家酒疗师举办溯溪的活动，请大家来到。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朋友。好，我们再次拍手欢迎乌来中智教会，欢迎你们。好，好，那我们就咱就做伙来祈祷，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那么为着咱教会的事工，咱伫拜一开始有一个儿童营。按有伫7月中7月10号，咱要去花莲的读经营，咱拢恳求主保守。嘛为着咱建堂的事工，为着欢迎的姊妹木仪、淑芳、燕纯来祈祷。咱嘛感谢上帝，即个耀清兄甲秀玲姐查某囝会当伫拜，我看顶几工进前伊有顺利来生产拜三的时，玉桥甲博宏。会当来得到一个查某囡仔，咱嘛为着玉桥的福源来祈祷，咱嘛为着替即个家庭搁一届来欢喜，咱嘛为着咱住院的兄弟吴丁友，吴丁友兄伊是保时捷的先生，伊的右脚是迄个蜂窝性组织炎，咱嘛恳求主会当保守。嘛为着身躯欠满伫处理疗养的临水长老赵荣兄、慧玲姐、明珠姐、白长老娘阿卡姐、邓妈妈、道明兄、俊成兄、张老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佑庄兄来祈祷，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工，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敬拜主，我们求你保守带领，让我们都能够再次的感谢你奇妙。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让今天乌来中智教会的这些长职社青能够与我们一起敬拜。求你保守祝福他们，也带领他们在这边的分享能够成为他们信心的确据，也帮助我们透过他们的分享及诗歌，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得到建造。主，我们也为了他们回去的脚步，也求你保守他们，让他们很平安，让他们今天下午的同工会也能够很顺利的举行。主，阮也要恳求你来保守阮所有的兄弟姊妹，特别伫厝内伫休困、伫疗养的兄弟姊妹，恳求你保守看顾，互因拢会当真平安，得到好的医疗，得到好的福建。主帮助因。主，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木仪、淑芳甲燕纯，互因伫怀孕的过程拢有上帝你的保守，也特别为着玉桥、博宏来感谢。主，恳求你来保守玉桥，互伊生产了后的复原，会当伊的身躯会当得到完全的复原。阮也要为着阮教会事工来祈祷，特别伫礼拜一开始，阮有5天的儿童的营队，也恳求主你帮助，互所有遮的囡仔伫教会内面会当得到好的学习，也会当认捌你。主，阮也要为着阮伫
7月中要去到花莲的读经营来祈祷，恳求你帮赞，互正当工会当伫现主时有真好的准备。主，咱若要为着阮会建长的时光来祈祷，恳求你帮赞阮遮的当工，互阮有对你来的看顾，互阮有对你来信心的帮赞。因为阮知阮的智慧无够也，也互兄弟姊妹同心合意，会当伫处理的圣工。也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台湾这片的土地，帮助阮，互阮虽然有极大的灾难，互阮虽然会拄着真侪天灾，也是对岸的安尼威胁，总是互阮无惊吓，会当伫阮即地小小的土地顶面，会当真平安来徛起。主要恳求你保守阮，也有真侪同胞也袂认捌你，也恳求你帮赞，互阮基督徒会当努力来传福音，互阮遮的同胞。阮也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帮助遮宣教师，因去到无共款的所在，伫遐传福音，恳求你保守，互因有真好的适应，也互因所做的工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祝福。阮恳求你保守阮兄弟姊妹，特别暑假的来临，阮有真侪其他的计划，总是主，阮恳求你帮助阮，将你的事放伫内心，互阮会当看重你的事。主也帮助阮，无论阮做甚物款的计划，拢互阮有上帝你的平安甲祝福，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因诗信息390首，信息390首，因诗了，请但米利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